有灵感无啊？骨倒叫一声，你那答辩两遍，你是全部照规矩来啊！重来。余文杰，啊后边迄看行到要死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敢会使量看吗？我写好4句。我阳光嘛，因为我知影你在写的时阵，你压力有较大。对家己要求伤高。怀旧嘛，我想去怀旧，想去怀旧。过两起身。哇，这阵菜车袂歹哦，找到一个会当耍水放轻松的所在，丰富的生活感受对写歌来讲是真好的哦。我怀旧，后咧家己用破要破断伊的道理。来啦，这啦，你去倒位找到这位的啊？我还有经过啊。没有要喷的，凉呢？无要喷啊啦，咱度假去做工课啊，就辛苦的呢。对啊，哎，拢无对啦。放松一下啊！哎啊，但是你安尼今到尾安尼，你是有帮伊做啥物代志吗？阮有啊，甲迄落我甲边边啊，对啊，变足济。跟我赶快编啊！告人的边啊！同一款的呢。你这就无摸你的边啊！哎咯，你看了无点，我这学敢这导游无在看的。哦，啊你旁边创啊？是买啊，回食，当咧晒放出来的物件。当放出来的物件，还可以食草啦。啊，我闻的味差不多，拢就食。我看你这讲话了啦，颠倒倒安尼，是要食，是要放，要食，是要放。哎，食了再放，放了再食。哪食哪放。哎，我先甲你讲哦，写歌这项代志哦，歌词卖互伊读着。伊都唔知写去倒位去哦，这就危险的哦。第一句放，有放了不食。你是忝我，听这个。啊，所以呢，即摆有灵感嘛无？可能无啥有，可能无够量。够凉啊！嘿，水无够大。恁伫遐耍偌久啊？我看恁线动安尼咧播拢足久啊咧。一时啊，那偌久啦，快乐的时间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啦。一时啊，先讲啊，啥无老换，下拢老跑，行水哦，下恁当朝阳讲啊。啊，行鞋仔淡嘛，行衫仔淡。因比种远的啦，生水搁行衫淡，恁生活都要放互开啊！生水搁行衫淡，你是要安怎创作，要安怎写歌？有道理，安尼来落去，做伙落去。你还要较深一寡哦。对啊，你已经准备好啊，晓？我看恁吊口型准备啊。准备好啊！全部人敢若伊看无眼神，这还上主。我到位啊！哇，准备你唱这你都准备好啊？这是有用咧唱的吧？无紧，咱等伊，你嘛准备好。啊！点午餐啊！受着啊！迄种物件咱袂当讲好诶，交歌词共款，随时就是爱来。你昨有啥咧讲的？我即摆落来吼，我即摆落来后壁有爆啊人诶，袂动的哦。因为我辛苦点购有物件哦。这个所在。加油！来你，等我啦，等我啦。无得6万块。哦，哎，所以袂使进着。快打！准家甲看饭扣屎斗阵，酸水也斗阵。看因安尼落水佚佗吼，我嘛想要酸看卖。小心！然后。我来家冲，咱帮伊，我嘛唔知，我只是买去了，我卖错，欸，啊，这两个竟然甲我放一边，两个手牵手算因家己的啦。啊，这阵格比看起来吼，也搁较平，酸水嘛酸甲不离啊趣味。唔知影因两个咧写词的时阵，敢就是创作 CP？安尼有灵感无啊？比较起来，其他的人吼，敢若较保守哦。唔知咧写歌的过程，敢嘛共款安尼？
好啦，会啊，静静的啦，真的啦。爱等去啊。真的，恁拄则伫遮耍的时阵，15点钟过去啊。是咧做灵感。系啊，好啦，紧来，算算来，去算算来。算嘛算过啊吼，是。爱休息嘛吼。有啊，会啊，恁来减一只。因为伊去迄落啦，伊训练，伊是迄落选手啊，伊迄落四大体育系，伊是招标的跨栏选手，所以大家拢爱去训练，大家拢爱家己走啦。啊，像拢咱即摆要出来有一个任务安尼嘛，袂当休困。哦。生水嘛是一种休困。你莫搁讲个啊！我讲即摆爱休息嘛，因为吼，咱今仔日恁算讲嘛是有甲马拢相处一段时间啊嘛。哦，感觉安那？足乖的。其实足够追呢。即摆即个感觉是好的。因为问你什么代志，你会当讲出啊，我今仔日算了安那样啊，我看到什么物件。哦，但是啊，即摆正式来，即个欧米亚个一人一分哦。乌米亚个，足久无看到这种物件。你国小咧用的呢？国小的哦，即摆虽然讲恁拢用手机啊啦，但是爱有一个随手记录的习惯。哦，所以讲咱即摆开始来进入即个创作这部分，咱当小可做一个练习。哦，即摆互恁大家30秒钟。30秒钟写出恁今仔日耍水的时阵，互我5个字来总结。5个字尔。会当较济无？5个，预备开始。你会感觉你用笔甲纸咧写的时阵，啊，甲恁习惯用手机啊，无共款。无共款。5个字，写好举手。好啊。好啊。而且莫甲我口水。莫甲我口水，互你记忆上深的是莫甲你口水。对。耍水的感觉，你今日安尼你。莫甲我口水。莫甲你口水。是。啊你咧？我是心凉皮豆开。心凉皮豆开，毋是拢咧讲食物件吗？无，真正是心凉规个拢开啊，就是天气热，啊，规人足压杂的，啊去浸脚了后就较凉些，啊规个人若搁甲浸落迄落大圳沟内底，规个人的迄落筋骨拢通啊。哦，你的感想真济哦。足爽快。啊你咧？真正有够冰。真正有够冰。哦，这就免啥问啊，这就安尼尔。对啊，就安尼啊。啊你咧？我嘛真简单。泉水透心凉。但你泉水的泉顶讲有一点吧？你无写吧？我无啦，我有写啦。有写啦。我有写啦。有啦。有啦，有啦。就回去。有啦，我恁袂当抓准讲恁菜车就要安尼收听哦。好，安尼即关你过，泉水透心凉。泉酒哦，酒哦。水啦。啊你咧？酸甲冷叽叽，我想要放烧。你这第一关你就无过啊，讲5字尔，你写10字啊。所以其实你可会看到讲耍水这件代志对恁来讲是直接的。过来，搁互恁20秒钟，进一步写你看到别人的感觉，开始，共款5个字。拄则写迄5个字是你家己的感觉嘛？搁写5个字，你看到的别人的感觉。因为创作毋单家己尔，观察嘛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好啊。哦，你好啊吗？我是足想要落去，讲啥？讲低林嘛，因为脚受伤，啊，所以就较无好落去，无法度落去。所以这是你看到、你想到的敌人，伊足想要落去的心情。对。所以你有注意到。对。各位想好啊吗？好啊。全部笑嗨嗨，大家笑嗨嗨，足欢喜，因为做伙去耍。啊。啊，过来咧。目睭咧发光。就是大家拢耍到足欢喜、足投入的，因为其实我真介意观察大家的目睭，我感觉大家目睭拢足水的，啊，大家就是拢，无，我甲你讲，伊会光透过目镜嘛，所以看到的毋是目睭，对，我会方便着。但是你竟然讲大家目睭咧发光的感觉，互你感觉足水的，你有发现无？你迄5字无写着水，你有真正去找到你心内感觉是啥物？你来讲直接，因为我即摆要交功课，拼死命写5字出来，迄物件就是交功课的心态，迄毋是你正常的创作。有闪也有假，骨倒叫一声，你哪特别2遍？甲你讲，习惯啊，习惯，所以要习惯。你习惯无照规矩来啊。你看到的感觉是啥物？我看到的就是迄
迄阵大宝哥咧破水嘛，所以破水的人有人会惊担起，所以就大家拢会做伙咧闪。不过嘛有看到勇敢的人，就是交大宝哥做伙，互相咧破水。有闪也有敢，有倒叫一声，最后一个。勇敢少年家，我还有阿文。勇敢少年家，这题我问的是你看到你身躯边的人。有，大家拢做勇敢的啊。所以若是对拄则第一题甲第二题，莫甲我考试勇敢少年家。你有发现无？一个故事敢若要出来，这是你的初步的练习啦。所以任务来啊，抓落来，恁今仔日下暗进前写一个4句甲马场有关系的。第二个条件，这4句内底是袂当写着马字字。4句袂当有马字。好，袂使有马。好，但是是甲恁这几工来，你伫咧马场的体验的一切。好，啊袂当写着马，袂当有马字字。写好马的歌，佫袂用咧写着马，听起来真困难吼。啊，毋过啊，咱这阵菜鸟吼，为楼顶行到楼骹，道人已经写出来呢。食草是伊的唯一，无出现在路上。路顶，路，因为你是写路上，我应该是要写路边。啊毋过无出现伫路边。无啥有啦。不过我想应该当写。所以重来，好，要紧，无赶。我敢会使量看嘛，我写好4句。我量看嘛。啊，毋过好，互你看，我2句伫遮，2句伫遮。过来一个图。人生毋捌有的体验，甲想象的无啥相像。起草入骹食，切骹蹄。我感觉迄是真好的啊。好。你讲甲你所原本的想象无啥相像，为虾米？倒位无相像？这拢有你的故事伫内底。但是我会当甲你提醒的是讲，你的故事真精彩，但是这4句内底看无。好。加油加油！看饭也好，余温也好，拢有因个人的苛刻。不过既然有我这个带路人来带路，这个苛刻吼，都要先甲因拆掉。菜鸟啊，加油啊，好好来发挥！来注意，旁边。你啥物是表现？我看你写美女吼，做人家做你写，我是来写。嘿啊，我们我写给我好经验。我是真正做歌，我是菜鸟啊。我嘛是，我是菜鸟啊。这是头一摆，请菜鸟甲家己想的4句话甲写来。虽然拢不了认真，袂歹哦。训练回来伫林，伊摕到我送伊的礼物，随开始写呢？来个关心者。你等下，喂，等来啊！啊，一家我来这里啊。什么人？一家拄甲我讲，拄甲伊讲啊。啊，无，有讲啊。我想讲有来甲你讲啊。哎，看死，5點鐘。8點。8點。8點。是啊。你甲伊點點做啊？因為我拄着交代伊啊。交代伊啊，家己交接一寡讯息，到底拄着发生怎样代？你接落来，无来讨论。讲一句话。伊有甲我讲，伊有甲我讲，伊问伊。有甲讲。差不多。我真仔拢无灵感。虽然唔知影这4句话敢有够，不过我对家己应该是蛮有信心啦。唔知影安尼写了敢有好，感觉家己还有足侪所在需要加强的。
咱大宝哥有讲，就是会当想看嘛，家己想要写互啥物人，会当写互教练，嘛会当写互爸。啊，我是想要写互咱6个人，因为我感觉这就是咱6个人青春。人家其他人写啥呢？应该袂甲我写同款的物件吧？啥物拢袂晓，真正就歹写呢。台语无好，啥物拢写袂出来，真正是有够烂的啦哦。我感觉我的歌词有淡薄仔伤过土实啊。唉，不管安怎，就先写安尼啊。看开始第一个哦。你爱互遮的这个年纪的少年人有一个挑战，伊才会真正甲伊会晓的物件结出来，袂当有买这件代志的目的。我是不爱互因伫咧这个创作过程中伤过理所当然。黄金任务着头顶的智仁甲静璇邀请大家斗阵来去骑马，袂歹，看起来因大家感情嘛愈来愈好咯。啊，咱等者就来分2组。好，要分2组对吧？恁有想要安怎分2组无？后背啊，好，后背啊，后背来，好2组来，后背，我会先出来。后背，好，你出来，阮出来。好 ，OK， 混合啊。哎呦，是你哦。分好啊。好啊吼，好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去摕上尾椅吼。啊，然后等者呢，你若选你要倒一只马吼。卖出来哦。一好问。坐好。美国牛仔。这个裤鞋，迄个做油菜的。会使。油菜菜啊。哦。什么面啦？哎呦，你会惊我感觉足这个嗨。面看起足车咧。啊，你小骹呢小夹者吼，就坐较稳啦，袂嗨到遐厉害。你啊，后壁迄个看起行到要死。哼哼，这菜鸟骑马伫咧马顶的状况，唔知影要安怎形容啦。不过吼，一定唔是漂泊。大爱心，加油！加油啊！会足紧张的。我足紧张的。你敢会惊寒？袂使，袂当紧张，安尼两个会做我紧张。哎，对，咱一个来吼，你若摔过去，我才有法度甲你接的吼。好，来，咱莫甲擦掉哈，过来，倒落来。哦，一个啊，就转来地球啊，有啊，倒来了呢，甲打打的，哎，甲你的马，那卡松丢筋呢？我感觉足嗨的。还好。哎，袂歹哦。马的感受哦，大人人可能你坐起你会感受到，你也紧张，伊就对你紧张，对吧？连到你放学生伊咧行就无啊害，我一开始做害是我足紧张。好，咱等下即个直线的时阵呢，你就甲你的双手拍开。哎啊，可是即个你可能无物件，你也真会害，你脚小可夹一下哦，哦，身躯去平衡一下吼。来哦。喂！我今大家拢用了袂歹，坐了袂歹吼。哎呦，来，嗨翻，嗨翻，嗨翻，耶！我懵掉，我安尼想正手放开拢用坐啊足稳啊。哎，牵马的分组毋是我，嘛毋是也是教练指定的。看饭甲准家，智仁甲叶家，伊文甲静璇，这值得以后好好来观察一下哦。这马啊嘛骑过，应该甲大家吼暂时写的物件摕出来评判一下。即摆你看到我手头第几搭？开箱吗？开箱啊！你要家己念还是安那？我无。你量。我感觉你会当试看觅。哎，你家己念，你家己念，我会对口啦。我家己念啊。
然后你要家己念，来啊！来到花莲好所在，拄到一只小可爱，看伊散步搭着赛，大家看我笑开怀。你在演讲的。哎呀，我的演讲到这结束。伊完全无咧思考，无咧思考是好代志，因为你看到你会笑出来。可能运动员的个性嘛有关系，但是我感觉这伫创作顶嘛，这是你的一个优点。真短的时间之内，爱写出家己的想法，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。虽然其他的人讲淡薄仔土性啦，但是大宝哥看起来伊是讲真单纯，这嘛是一个肯定啦。青春就是安尼，热热踅。较大声，较大声，较大你声。绑伊的头前尾，我穿伊的骹地，佮困一暝，继续享受这的土地，雄雄发现隔壁真欢美。我感觉你写的袂歹，多谢。会当看到讲你感受到的是环境的气味、联想，嘛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。扣赛的生活是一天过一天，伊对伊的爱嘛永远拢袂变卦。无伊有时孤单，有时也陪伴，有想搁来开启这条无缘的线。真明显，你着把你所学的物件，拢想要一解功夫进电摕出来。但是我毋是叫你写完整的歌，毋是啊。所以嘛是共款，专业的物件，伫咧创作当中，无一定是头啊都爱用着。就我无啥物感觉，老实讲，红拍成一定有，但对我来讲有足侪届啊，所以可能我嘛习惯啊。你身躯顶的青草味，和我想象的无啥相像。有粗粗的鬃毛，刷性地好，予人安全感。Rainbow 温柔的脚蹄声，踏伫我的心房。感谢可爱的你，互我伫花莲留下无共的人生体验。龙头，真正咧龙头，真正咧龙头，你真练过，你真练过。草地青青，风吹微微，你轻轻对我讲，你用你洁咱的手慢慢拉我的头鬃。我有时倔强，有时温顺，个性对心情无共。你用你有限的生命，笑笑陪我一天过一天。哇！讲呢？来，伊文，因为我知影你在写的时阵，你压力有较大。我较认真啦，认真就是伤过头认真啦，我家己对家己要求伤悬啦，因为我真正头一摆做事。我敢有讲要叫恁作词？啊，无呢，无啦。其实无。我敢有讲叫恁爱比向悬向低？无啊。无呢。啊，你了。开头给假双手并用。什么叫双手？啊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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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come to。